是郭华莹。今天我们的来宾是张君慧，他在科切拉的总部礼品部工作。他在加入佛法事业之前呢，在新加坡的服装业担任服装设计师。今天他就来跟我们分享他如何从五光十色的服装业转入利己利他的佛法事业。君慧你好。你好，华莹你好。我其实是在4年前的时候，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琼登护法。那时候他介绍了我是专注在增长，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寻找工作，是一个无业游民，所以他觉得这个护法对我非常有效。然后因为他的祈愿文也非常的短，所以我就每天都蛮勤劳的有在练。然后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候，我就这1年里我也有在科切拉担任志愿员工，然后一年后机缘巧合下，我就正式的加入科切拉这个大家庭。所以多杰雄登在你的事业上或者是心灵上都有很大的帮助。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你心灵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带来的一些帮助吗？最主要呢，就是修雄登，它最主要就帮我们消除外在跟内在的障碍。然后最主要就是因为每天我都有在做筹供跟经久供养，这2个是帮助消除障碍最大的一个好处。外在的障碍是因为我是一个时常发生车祸的人，就是因为我的不小心啊怎么样的。然后自从我修持了这个经久供养过后呢，我发现我发生车祸的频率已经减少了很多，然后我的身体也比较健康。因为在我加入佛法家庭之前呢，我的身体是非常体弱多病的。然后至于内在的障碍呢，我觉得是由我的母亲，由她的口里我才知道，原来我自从加入了佛法事业，还有修持了多杰雄登后，为我带来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脾气暴躁啊、固执啊、不听话的一个小孩。他有一天就走过来，就告诉我说：“哎，女儿啊，你改变了非常的多。”那我就问他，我有什么改变？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旁观者清嘛。他就说：“哦，我们家人都觉得你平静了很多，脾气也减少了很多。”然后我才慢慢的回想回去，原来其实多杰雄登他是一位智慧之佛。其实念诵他的心咒呢，就是会让我们开窍。然后吸收佛法知识也比较容易，从中呢，你就会因为张敦古仁波切的教诲呢，就是他的开示，也帮助我在心理上的转化的帮助很多。多杰雄登的心咒也帮助了我的记忆力提高，还有我的专注力也提高了很多。就这2点就足够了，在我的佛法事业上帮助了很多。我相信除了你母亲以外，其他你身边的人，或甚至是认识你不久的人，应该也会发现你在这一方面的改变，甚至因为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从一个比较注重物质的人，变成一个比较关注别人，比较爱护别人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对你的佛法事业，而对你帮助你吸引更多人来修这个护法，应该是相当的不错。对，就好像刚才我说的，我的转变，就大家都有看到，就是一个蛮大的变化，就是一个物质至上的人，跟一个比较肤浅啊、比较只看表面的一个人，变得比较脚踏实地一点。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过来问我，其实你这么大的转化是因为什么？然后我就由这个管道介绍了他们科切拉，介绍了张敦古仁波切，当然也介绍了他们护法。然后这是我的朋友，然后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朋友，还有一些就是新人，也介绍了他们科切拉，还有张敦古仁波切的教法。从中呢，就由这一个管道呢，就带了非常多的，我也可以说是带了非常多的人进来了科切拉。我相信，因为工作的关系，你一定会接触或者是见到一些人，外面的，特别是他们都会告诉你一些关于修雄登护法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争议。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呢，你本身是有怎样的一个感受呢？其实我在网上呢都有
就这几年来我都有在追这些新闻，就是负面啊、正面的也好。然后其实最大的发现呢，就是我亲自有到南印度去，然后我有在商店上看到一些告示牌，就是说熊灯护法的修持者呢，并不能进入某些商店，还有一些老僧人，他因为他是熊灯修持者而被驱逐。这些种种的现象呢，都让我感到非常的心痛。至于政治呢，我并不了解，我也不愿多说。而且我觉得宗教与政治这两个东西都不能相提并论。而我对多杰熊灯的修持法呢的信心不会因为这些而减，反而是增加。因为作为一位佛法修行者，我们要修的是慈悲，这些现象是并不慈悲的做法。我们谢谢君慧跟我们的分享。从君慧的故事中，我们发现多杰熊灯法门是一个利益众生的法门，让她从一位脾气暴躁、物质至上的女孩，变成利人利己的现代修行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多杰熊灯法门是一个可以改变人心、利益众生的法门。谢谢。